每年公司都好好，會贊助員工每人25磅去食聖誕餐。我新加入就膽粗粗建議同事去食中餐，大家都話好另類啲，佢哋都好鍾意食。門口就有得免費泊車，夠晒方便。我哋一行11人，最後都係除開計，所以大家盡量叫一樣嘅。大部分選擇咗佢嘅聖誕午市套餐，每人24磅，每人有湯、前菜同自己一碟嘅主菜。英國人好鍾意自己食自己嗰碟，所以咁樣安排最好。最開心係對住個靚景食飯，特別好味。話就係話火雞粟米羹，但之前做過中餐廳，其實都係雞肉嚟嘅啫。反正啲本地人都唔識分，記住叫碟炸蝦片啊！佢哋鍾意點嚟食。聖誕節當然唔少得 Secret Santa 嘅交換禮物環節啦。雖然有定名金額，但係其實大家都會買過咗個金額㗎啦。前菜非常啱佢哋嘅胃口：一、冇骨啖啖肉；二、香脆炸口嘢。雖然今次冇11碟咕嚕肉，但係場面都係好震撼嘅。冇錯，多汁係好緊要嘅。咕嚕雞簡直係英國民選嘅第一。其他受歡迎嘅包括有椒鹽雞、咖喱、豉椒牛同埋星洲炒米等。而最重要嘅係，記住要叫薯條啊！聖誕節有緣坐埋一台已經好開心，食咩收啲咩禮物其實都唔重要啦。恭祝大家聖誕快樂，Merry Christmas！